一、二、三、四，我愿意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问你敢不敢将心来交换？你若无爱我，哪会看我若是命？偏偏最后真济我一人担。是缘也是命，情理车心相对看。你将心带走，亲手留予我。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要教给大家的这首歌是翁立友先生的最新力作《无心的经历》。来，我们来看歌谱。这首歌也是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的作品。这是在2月24呢，今年的2月24才首播的，哇，一个小滚滚的不滚才刚出炉的胖公公的啦哈，无心的经历。我们来看这首歌呢，G 大调G 大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这首歌要唱多高呢？要唱 G 大调G 大调就是我们找到 G 的这个音就是我们通常钢琴呢，我们固定唱名法呢，我们唱 So 的这个音G 的这个音呢G 的这个音弹下去，我们要唱哆，那它的 Re 在哪里？在这里 Re， 那咪呢？咪在这里这个呢发就是这里所以固定唱名法G 的这个音要唱哆。来，我们回到呢我们的歌谱我们来看呢它的第一个音呢是低音的 So咪 So 咪 Re 哆哆啦 So 咪 So， 一起来 So咪 So 咪 Re 哆哆啦 So 咪 So， 我愿意守护你每一夜，守护你，我用一个框起来，有没有？这是一个切分音，两头第一个 So， 第三个咪都是短的中间这个 So 呢是比较长所以我都叫它两头短中间长的切分音。好，那个 So 咪 So 咪那个 So 要接近一点，较紧的这个 So 呢拖较长的对不后边再唱一个咪 So 咪 Re 哆哆按头来 So咪 So 咪 Re 哆哆啦 So 咪 So， 我愿意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咪嗦啦哆哆啦咪嗦啦哆哆啦，猛力是后半拍，停咪嗦啦哆哆啦拉哆，你敢呢？前长后短拉有附点嘛，哆这剩下1/4这个嘎呢正好前短后长，前面短，后面呢有附点，咪嗦啦哆哆啦，问你敢不敢？问你敢不敢？So 咪 Re 3、4 So 咪 Re 将心来交换，问你敢不敢？将心来交换。咪嗦咪嗦咪瑞哆瑞咪哆啦咪嗦咪瑞哆这个嗦咪的后面呢，因为要换拍要换气，那所以呢一直选呢，你若无爱我，那会看我那是命，这是一个口气一口气一句这个句到你若无爱我所以在这里嗦咪后面要换气，所以呢，但是我唱谱的时候，咪嗦啦嗦咪按下一句再唱这个也可以。来，我们唱到这边，咪嗦啦嗦咪，爱是个切分音，爱爱的尾音是什么？
爱我，爱我，哎，这个后面的第一个字当然是它爱了，拉跟嗦呢，请唱它的尾音，你那不爱我，好，后面呢，瑞哆瑞咪咪瑞哆啦，瑞哆瑞咪咪瑞哆啦，哪会看我那是命？哪会看我那是命？好，我们从这里来接。你若无爱我，哪会看我那是命？再来一次来。你若无爱我，哪会看我那是命？停，拉哆咪瑞瑞哆啦啦嗦嗦啦哆二三。啦哆咪瑞瑞哆啦啦嗦嗦啦哆，偏偏最后情这情上面画一个这个锯齿状的东西啊，一个弯弯曲曲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是什么？上凌波的波，上波音，上波音我们之前解释过哈，经这哆瑞哆哆瑞哆哆再上去是什么？瑞，所以那个上波音，上波音啊，哆往上是瑞嘛，所以这个那个看到一个上波音，我们这个哆要上什么？哆瑞哆，拉哆咪瑞瑞，哆瑞哆啦，拉哆咪瑞瑞，哆瑞哆啦，来，我们唱歌词来。偏偏最后情这我一人担一人，还有半拍在这里啊，人，哎，它的尾音是什么？所以那个一人，担，哎，这个两个音呢都是用啊，哎，是什么？哎，有鼻音的哦，来拉长啊。我们拉长音呢，唱转音都是用这个尾音哦，用这韵母去转哦，来，偏偏偏偏最后情这我一人担。好，这样主歌就唱完了。来，我们把主歌连起来。我愿意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问你敢不敢将心来交我？你若无爱我，哪会看我那是命？偏偏最后情这我一人担。好，我们来进入副歌。来，副歌唱什么？是缘也是命，咪咪嗦嗦，咪瑞咪嗦有附点，所以咪瑞呢就是它的后半拍啊。咪咪嗦切分音，请注意哦，咪咪嗦，咪咪嗦，来接下去，咪咪嗦嗦，咪瑞咪。咪嗦啦啦嗦啦嗦咪，又切分音来，嗦啦嗦咪，从这边来。咪咪嗦嗦咪瑞咪咪嗦啦啦嗦啦嗦咪，是缘也是命，情义贴心相对看，相对意看。相对对，哎，它的尾音是一，所以这里呢叫一来，是缘是缘也是命，情义贴心相对看，咪瑞哆瑞哆哆，咪瑞哆瑞哆，咪瑞哆瑞哆，咪瑞哆瑞哆，你将心带走，你将心你将心带走，你将只有半拍，那前半拍呢就停来了。你将心带走，嗦嗦啦嗦咪瑞哆咪瑞二三四，嗦嗦啦嗦咪瑞哆咪瑞二三四，请嗦啦有好我，请嗦切分音，请嗦嗦尾音是什么？
对哦，所以你叫哦啊，这个地方拉就要用哦。亲手老虎我，来，我们从这个西恩也是命来接来，西恩也是命，情义贴心相对看，你将心带走，亲手留予我。啦啦哆啦嗦，哆咪哆咪咪，啦啦哆啦嗦，哆咪，爱那久那心痛那孤单。爱那久那心痛，那有转音，爱有转音来，爱那久那心痛，那孤单，那孤哦哦，孤瑞哆瑞，那孤单，还要再拉长1/4啊，爱那久那心痛。那孤单，这首歌呢，速度不快啊，只有64。我们的一句一句、一字一字，慢慢的、仔细的给他唱啊，不要抢，不要急啊，来。瑞哆瑞咪嗦停拉嗦咪嗦2、3，再来一次。瑞哆瑞咪嗦停拉嗦咪嗦2、3、4，一时无你的歌，怎样活？一时无你的我，怎样活啊？一个字一个字唱清楚来。一时无你的我，怎样我啊的我就停了，对不对？一时无你的我，怎样我？啦啦啦哆啦嗦啦嗦，啦啦啦哆啦嗦啦嗦，今夜的雨，今夜哎，金呀呀的尾音什么呀？哎，对，所以这个拉哆啦你要用啊去拉，用耶啊呀的韵母啊，也韵母啊。啊 a e o u 啊，也韵母也韵母去扭啊，来啊，转音拢爱用韵母去转啊，去转啦。啦啦啦哆嗦啦嗦，今夜的雨，嗦咪瑞咪，这呢寒，瑞哆啦啦，这呢大。今夜哆啦嗦啦嗦，嗦咪瑞咪。瑞哆啦啦，今夜的雨这呢寒，这呢大，哆啦嗦，嗦啦嗦咪，瑞哆哆，哆啦嗦，嗦啦嗦咪，瑞哆哆2、3、4。还我们从金呀来。今夜的雨，这呢寒，这呢大，我有深深爱过，深深心痛。这一行有两个深深，有没有？深深爱过，深深前面是切分音，后面的半拍半拍哈。我有深深爱过。深深心痛3、4，好，这样第一遍就唱完了。接下来间奏5小节，然后反复啊，反复从哪里又从这前面，哎，然后呢，然后第一遍唱这里对不对啊？然后要间奏。那第二遍呢，我有深深爱过，深深来，请调下面心痛来心痛要这一个小节要4拍，然后1、2、3、4，就要接副歌啊，然后呢，接副歌又继续唱啊，又唱到这里，哇，深深爱过，深深心痛，安尼就结束。
所以这首歌呢还要唱2遍半。拄则我们逐字逐句已经给大家教过啊，对不哈？来，我们把后面的连起来啊。碰到有状况的地方，我会停下来再给大家说明。来，我们继续从我来来，我把节奏器打开，1、2、3、4，我愿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问你敢不敢将心来交我？你若无爱我，哪会看我若是命？偏偏最后真济我一人担三字。我们暂停一下，最后情要记得上播音，上破音啊、然后经济呢，这个再有附点，我只有1/4，一人要延长半拍，偏偏最后真济我一人担。是缘也是命，情义贴心相对看，你将心带走，亲手留予我。你将心带走啊，这个你将心带走，我这个把它扬上去，而且变轻哦，来。你将心带走，亲手留予我。爱若久，若心痛，若孤单。这个爱呢，跟这个第一个字这个我都是蛮低的，对不对这个我呢，已经是这首歌最低的地方了。那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唱低音的时候，请不要把你的下巴往脖子收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下巴一压，你的声音就会压在喉咙。我们唱低音的时候呢，请下巴反而要稍微抬一下下，就是你的眼睛呢平视前方，然后看前方的天花板所以这边呢一定不要太低头，你低头就会压在喉咙，声音低音反而低不下去。来，爱若久，若心痛，若孤单，只是无你的我，怎样活？今夜的雨，这里呀呢，呀还有一个转音拉哆拉在这里。今夜的雨，今夜的雨这 A 是手啦，但是也这个呀呢拉，然后拉哆拉这个因为还有一个这个1/4在这里今夜的雨，这么寒，这么大。我有深深爱过，深深心痛3字。然后呢，我们第二遍要唱这里心痛2、3、4，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轻轻2个轻轻呢节奏不一样，轻轻爱过，深深心痛2、3、4，停停停。是缘也是命，情义贴心相对看。你将心带走，亲手留予我。爱若久，若心痛，若孤单，只是无你的我，怎样活？今夜的雨，这么寒，这么大。我有深深爱过，深深心痛。停，这样呢，这首歌呢2遍半就给大家介绍完毕。这是今天介绍给大家呢，2024年2月24首播的这个刚刚出炉的庞公公庞哎呀，为暑假从烤箱出来刚出炉的这个无心的经历，翁立友先生最新力作同时也是施国仁老师呢好棒棒的施国仁老师的作品。这首歌呢
就好听啊哈，又流畅又好唱啊，欢迎大家到 YouTube 去欣赏一下翁立友先生的这个演唱，再回来练习这首歌，就会更有 feel 啊，更觉得这首歌好听，很棒。这首无心的经历，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啊。要跟就改，好吧？同学反映说我们再唱一次，好，我没问题，来，我们从头再给大家带一遍啊。那这一次我就继续往下唱，就不停了哦。来，好，来，1、2、3、4，我愿守护你每一夜，每一夜，问你敢不敢将心来交换？你若无爱我，我哪会看我若是命？偏偏最后情债我一人担。记得这里要拖半拍，是缘也是命，情你贴心相对看，你将心带走。倾诉留予我，爱若久若心痛若孤单，只是无你的我怎样活？今夜的雨这呢寒，这呢大，我有深深爱过，深深心痛。这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翁立友先生的新歌《无心的经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